有台湾最美丽欧巴桑封号的资深艺人陈美凤，出道40多年，为人一直相当和善，鲜少大发脾气，私下也不会摆架子，亲民的形象深植人心。不过，她唯一一次发火翻脸是为了保护助理，不舍助理被一名执行制作人狂飙3字经，直接和对方撕破脸，更下达封杀令，怒说再也不拍那个人的戏。据 Yahoo 新闻报道，陈美凤的助理有次载她要到片场拍戏，因为有点小迟到，在快抵达前突然接到执行制作人的电话，但对方打来什么都没先问，就直接劈头大骂，不但3字经都出来，连祖宗18代也出来，骂人的声音带到坐在一旁的他都听到。不过，原因竟是有艺人等宵夜时想提前拍，好提前收工，让陈美凤疑惑说你要提早录掉跟他没有关系，也解释自己那天的确有点迟到，但自己不吃宵夜，装法也很简单，并不会费工，没必要一开口就把他助理骂成这样。陈美凤到达片场后，该名执行制作人却好声好气跟他说话，完全不像刚有发生此事。后来他也遇到该名想提前收工的艺人，对方解释自己仅有骂工作人员怎么发通告的，等他是没有关系，但他自己心里明白，该名执行制作人其实是骂给那名艺人看的，因为他们感情好。之后，陈美凤也致电给该名执行制作人，直说自己是个不迟到、早退的人，几乎不会迟到，也觉得对方待人要带心，且还是桥梁，应先关心他是否发生事情才迟到，不是打来就破口大骂，他也不是累犯。更认为他在民视工作拍戏，民视如果没有给对方这机会，对方也没有机会这样，而且大家都是在工作，彼此都有自己的苦处与为难，应该多一点同理心，不要用3字经来谩骂，因为没有严重成这样，关心一定比骂还来得好。